千漫漫天空，你就落江中，坐下看下月，万兄弟同舞。现在，传递多主宰，把你脱下的是我了兄弟主宾。现在，从远到万世代。上历史都已挂主宰。阿门。咱三甲来祈祷。主，我们敬拜你，你是三位一体独一的大主宰。主啊，全地就用你来学乐敬拜，全地就用你来感恩。主啊，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尊贵的上帝，至高的上帝，含伫众人来敬拜你。你的众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上帝啊，互阮的心全无用你，因为这个敬拜为着你，也为着阮。愿你得到荣耀，也愿你施恩伫阮众人。主，你听阮的祈祷，我圣神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经过一个风台，上帝保守咱大家人拢平安，感谢主，请走吧。
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咱即时做伙来唱圣诗第2首来学了上帝。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徛地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学了你，因为你管辖万项有，你阁是历史的大主宰。对5月份到即马，你的保护热早愿，互阮公园教会每一个人拢无感染着新冠肺炎病毒，阁互阮的兄弟凡若去住有风社的，嘛拢真平安顺遂。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阮也要为着即摆的风台来感恩，感谢主，互风台无上落，所以阮台湾的灾情会当减少到最轻。主啊，阮感谢你安尼疼阮台湾。检采伫阮的厝边，也是阮所捌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收入减少，生活拄着困难。求主赏赐阮有搁较济疼心，互阮知影安怎来帮衬因，才会互当陪伴因遮家庭平安通过即边的欠缺。特别，阮要为着主心之家来祈祷，求主互主心之家会当收到搁较济奉献，互伊当充充足足来关心社会，因的事工拢无拄着阻碍。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相信主，你一定有上好的安排。阮也恳求上帝对阮讲话，
赏赐阮一个受教的心，互阮会当通过读圣经，通过甲主交陪。阮要听起主你对阮讲的话，你的慈爱的声要甲阮讲，要安慰阮，要引带阮，要互阮知，阮是主你的宝贝。感谢俄罗主，无偌久，阮会当搁到圣殿内底做伙来敬拜你。求主甲阮支持，特别甲身体、心神欠安的兄弟同在，赏赐阮平安甲愿望。感谢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即时，咱来读启应文。启应文今仔日要读的是第19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刻，兄弟来用。启应文第19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我的心情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椅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囝的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必切爱上锡安山雕像。因经过大索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雕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院点一日。太阳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万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公营。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即时搁做伙来唱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请兄弟起立。
大家有缘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3节、18节到20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安尼讲：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因为过一段时间了后，恁对我的关心有搁不厌开花。其实，恁有伫甲我关心，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若定。毋是讲我无够用，因为我已经学会晓，无论伫什么境遇，拢知足。我知影善赤，也知影富裕，是饱也是枵，是有剩也是欠缺。我已经得到秘诀。就是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我拢知足。我靠使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18节，这是恁予我所有物件的收据。恁予我的已经够额，阁有剩。我有对以巴弗提收到恁送予我的礼物，亲像发出香味，上帝所接纳欢喜的祭物。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愿荣光归乎咱的爸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用华语再来念一次我们今天的经节。我在主的生命里有极大的喜乐，因为过了一段时间，现在你们再一次来供应我。其实你们向来关心我，只是没有机会表示罢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我也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随时随地饱足好，饥饿也好，丰富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这就是你们送给我一份礼物的收据，你们所送的超过了我的需要。以巴弗提替你们带来了这份丰富的礼物。正像是芬芳的香气，是上帝所悦纳的祭品。我的上帝会照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那丰富的福泽，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们。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上帝，世世无穷。阿们。续接是讲到本堂黄牧师今仔日要带来的题目是知足的心，知足的心。让姊妹平安，咱三甲来祈祷。上帝啊，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你伫全地掌权。虽然伫疫情的期间，阮的生活、阮的工作可能受影响，
阮的行动受限制。阮亲像来到抗旱无水、焦燥的所在，但你是阮闪避的所在，你是阮的保护者，时常看顾阮。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阮爱甲你三千群，要伫圣所来找求你，爱看你的宽容甲阳光。伫踮伫阮的内面，阮的心就是圣所。当阮伫无共阮的所在，阮同心一意来敬拜你，要用欢喜的喙唇唱歌学乐你。恳求你，予阮伫你的膝骨下面欢喜唱歌，欢喜敬拜，也予上帝你得到阳光甲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姊妹，今日甲咱分享一个知足的心这也是咱真实的一个名词。那伫咱华人的世界中间，知足的心，也是咱常常听见一种的生活的态度甲美德。咱认为做人就爱知足，知足就有快乐。年纪渐渐做了后，我就慢慢体会知足的快乐这句话。那伫台湾，咱真侪人到差不多近年岁50岁，有真侪机会去到国内外旅游，咱食buffet自助餐，享受过这个山珍海味。咱行过人生侪侪路，嘛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涩，所以咱来对家己讲，也是对咱的朋友讲，爱知足。你可能已经退休，将近要退休，可能毋是真有钱，甚至可能只有靠这个劳保的退休金来生活。但是咱若较欠用，咱就免烦恼3顿基本的生活。已经有年岁，身躯顾好，咱就会当享受知足、快乐的人生。这是咱对咱已经有年纪的人，行过人生侪是路程的人，对咱家己的一种的提醒，对咱家己的鼓励。知足是咱应该有的一种的心态。但是对少年人来讲，知足的想法可能无同款。知足那亲像对现状满足，无想要真积极去追求自我的发展。所以，若是少年人对伊家己讲，我即摆学位、我的职业、我的薪水、我的财物、我的生活品质，毋免阁较有较悬的要求、较即个期待，你会感觉讲，若安尼无真积极咧，安尼追求生活的感觉。如果咱的儿女若是对咱讲起即句话，讲知足就会快乐啦，即种想法，你一定会真失望，甲真生气，遮尔无志气安尼。我想无爸母会对儿女讲，咱着厝内底较散吃，歹过日，所以咱若知足就会快乐。所有的爸母拢会尽真大的气力，帮助儿女有机会会当成长进步会当学习知识甲财物，来支持因发展未来的一个前途。所以伫咱实际的生活中间，未知足、无知足，这是咱不断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呢，知足常乐，有知足，这个心都要看什么种的情形，看什么种的年纪。咱若即种年纪较侪人，就莫甲人比较。咱对物质的享受，咱对咱的现状知足，安尼咱日子较好过。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无论咱伫什么种年纪，年老的也是少年人，咱伫逐方面拢爱无知足，才会继续有一个成长。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安尼，不断去探讨这新的世界，互咱的人生愈来愈丰盛。我有一对即个朋友，甲阮年纪差不多，因
50几岁的时阵，两个拢是老师，就退休。但是因的生活足积极，继续上去上迄个双联大学，成绩足认真真好。因继续伫教会机构做义工来服侍，9年岁差不多，安尼一路活力，生活真丰富。所以进前伊就捌甲我讲，伊讲吼，咱敢要试看卖下吼，明年春天的时阵，咱就骑乌多摆吼去尼环岛一年安尼。我过去都毋敢想吼，然后就想坐火车去到某一个所在，骑脚踏车安尼就好。伊就讲咱骑摩托车台湾踅一年。一般的人，无论是基督徒，也是毋是，咱对知足这两字，都有无共款的体会甲理解。今仔日咱要对于圣经无共款的角度甲意义来看知足。这两字甲咱信仰的一个关系，所以咱今日有读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伫遮保罗讲一段话，这段话常常运用伫咱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内面。伊讲，因为我已经学会晓，无论伫什么境遇，拢知足。我可使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所以，这种知足，毋若是讲一种内心的一个对现状的满足。伊讲，伊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所以这个知足，甲咱一般这个静态心内底的心态安尼无共款。知足那是一种的气力。保罗写腓立比书的背景是安尼，伊有4摆的宣告旅程。第4摆呢较特别，因为当时犹太教的人控告伊违反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就要求罗马帝国这个官员判伊死罪。但是保罗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伊就运用这个罗马公民的权利，要求上诉。去到罗马皇帝遐，咱读使徒行传就知，伊后来是用罪犯的身份，互人送去到罗马，关伫罗马的监狱2年久，听候上诉的判决。伫这个关卡的期间，腓立比教会委托以巴弗提转送一批物件，互保罗供应伊的需要。所以保罗就写这个腓立比书来感谢因贴心赠送的礼物。这段感谢的话，就是咱拄则伫腓立比书第4章所读的。保罗一方面用伊个人的立场感谢腓立比的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是用上帝奴仆的身份来感谢上帝，感动腓立比教会提供伊这份贴心的礼物，将这批的礼物看做是腓立比教会献予上帝的祭物，是上帝所接纳、所欢喜芳芳的祭。然后，伊也祈祷上帝用加倍丰盛来回报因贴心所献的祭。保罗安尼写的时阵，有顾到两全的方面。我想这咱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态度，有时伫人情方面，咱感谢对方伊的温情、伊的好意；但是一方面嘛是相信上帝会感动、安排人、安排事来供应咱的需要，来帮助咱。有时上帝安排咱来领受别人的疼，有时上帝安排咱去疼别人，来帮助别人。这是咱对上帝看到这种领受甲予人这两边的一个应该有的态度，但是可能嘛有一种的情形，上帝会考验咱的信心，然后伫这个供应甲领受双方的接合的时机无真遐顺利。这是保罗伊伫这段话所写。伊讲我有时散车，有时铺路。这个意思就是讲，伫散车的时阵，可能并不是逐个时阵拢得到真丰盛的供应。
上帝互咱一种的信心的考验，我有时散车，有时铺路，有时饱足，有时枵餓，有时有剩，有时欠缺。所以保罗所遭遇的情形是安尼变化无定着。总是伊安尼讲，我已经得到秘诀，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我拢知足。外在环境变化无定着，无影响伊内心知足。所以这个所在所讲的知足，甲咱一般理解的知足无共款啊。因为保罗讲，我伫铺路，我伫饱足有剩的状况，我嘛是知足。伫这种情形应该是感恩啦吼，但是伊讲我知足，铺路嘛是知足，饱足嘛是知足，有剩嘛是知足。所以对保罗来讲，知足是啥物意思呢？知足是讲到一个人为着伊的人生意义，伊真高尚的目标，伊的整个生活，伊的心理，伊的属灵的层面，着属灵生命的层面，有一种内在自我满足的状态，会当积极对抗外在环境的变化，安尼伊会当集中伊的气力，向着伊人生的意义，甲真高尚的目标来进行。所以，这个知足，较毋是讲咱伫物质的方面的知足，较毋是讲伫环境的中间安尼就好，迄种知足。这是一件真大的气力，这个气力是为着一个更加高尚的目标。所以，知足是一种信心的顺服，知足是一种内在的气力。然后保罗讲，这种气力是因为我靠主耶稣基督的气力帮助来得到的。这毋是讲咱着真无奈来接受这是一个气力，积极对抗。所以咧，这种的心态一直体现伫保罗伊整个宣告，还是伊的生命中间。当伊伫罗马的监狱写腓立比的时阵，腓立比书的时阵，伊头就着讲：我靠主，我伫主的内面大大有喜乐，伫监狱内面有喜乐。伊也我靠主耶稣基督，互伊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无论什么时阵，无论什么所在，拢知足。其实同款的情形嘛，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伊讲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枵餓，是散車，是危險，還是慘死呢？拢毋是。而且一切代志，靠疼咱的上帝，我已经得勝到有剩，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对咱的疼。兄弟姊妹，这就是安尼，外在所有环境拢袂影响到伊内在对耶稣基督来这个平安，对享受对上帝来疼。我靠主耶稣的气力，咱顺服上帝所安排逐种样的境遇，这是咱信心甲顺服的一个表现。当保罗甲西拉来到欧洲传福音，因首先伫腓立比带领路底亚一个信主。无偌久，因受到这群众攻击，然后关伫腓立比的监狱受逼迫，两个人伤痕累累，失去自由。但是因的内心犹原有平安啊，无摇动，所以会当伫监狱内面唱歌讹乐上帝，然后伫监狱内面嘛共款带领这个固守因的狱警一家拢来信主。伫外面自由行动，带人信主；伫监狱内面嘛是共款带人信主。你就知影，外在环境对因来讲，无有影响到因对上帝忠诚，甲因内心对上帝一种敬拜。有时咱伫疼痛中间，咱的内心失去平安、病痛这是咱常常拄着一项事。保罗讲，伊身上有一支刺，互伊真艰苦。上帝要听伊的祈祷来医治伊，但是保罗讲这支刺伫
我的心上，互我更较体会上帝恩典是教业我用。伫病痛的时阵，伊嘛知足，无影响到伊内心一种的自我满足的情形。所以，咱对保罗的模样来学习知足。保罗讲，拢毋通挂虑什么，万人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平安，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内在平安，无摇动。透过怎样做呢？就是凡事来达耶稣讲，将你一切的事、万事感谢、祈求、代祷。第二，咱会当持守咱的目标，往着标直直走。1997年有几位出名的人伫几工内面过身，一礼拜中间有3个重要的人。一个是戴安娜王妃，伊是8月31日车祸过身。当迄时呢，所有遮世界所有媒体会焦点拢咧报这样代志。但是其实无几工了后，9月初5，德蕾莎小女过身。德蕾莎小女，这两个人有完全无共款的人生。还有一位伫西方的国家较出名，9月初2过身。我要讲的是后壁这位，这个是奥地利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Viktor Frankl。伊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关伫奥斯维兹集中营3年半。伊的老母啦、伊的兄弟、伊的太太，拢死伫遐。伊活落来，后来创立一个心理学，叫做意义治疗、意义治疗，强调一个人都要明白生命意义，来建立有一个价值的人生，安尼才做伊生存的目标，伊的生命就较有快乐。伊安尼见证讲，伊伫集中营体会，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物件拢会当受夺走，但是任何人也袂当夺取伊对家己的环境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伊伫集中营中间一个生存的快乐。对了，这句话，咱要来思考保罗，因为对保罗来讲，伊知影主耶稣基督拣选伊，互伊人生的一个使命，就是成做福音的使者。为了这个使命，伊冒着性命危险，伊拄着真大的烦恼甲艰苦，但是伊无失去对这个使命忠诚的一个态度。所以伫《使徒行传》20章，伊安尼讲：毋过为着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通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我完全无惜家己的性命。后来，伊对阿基帕王讲：我无违背对天来的异象。为什么要讲这样代志？保罗有一个非常悬的一个目标，伊只有专心一项，袂记咧后壁的事，拼命追求头前的事，往着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持守咱的目标，往着标来走。为着这个目标，咱敢会当有一个知足的心，真做快乐。这就保罗，上帝予伊真美好、永远的属天的标，然后伊靠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快乐，伫凡事知足，会克服所有外在环境的变化，往这个标一直走。这是咱所知影知足的心伫咱信仰中间的一个意义。所以过去咱可能真期待外在世界环境，对咱家己人生的方向有一寡计划。今仔日
万项代志一直拢咧改变，一万年久在改变，拢出伫咱料想以外。有时咱咧计划未来，我嘛计划未来差不多3年5年，有时拢会想到这，甚至我即马当下想到，退休了后的生活要怎样？所以有当仔是安尼想哦，安尼计划，但是想的安尼计划了，嘛来到上帝面前，大家忏悔，讲上帝啊，真歹势，我嘛会安尼小可想一个，妄想一个，妄做梦一个。但是我知影我的未来是伫上帝你的手中，无伫我的手中。现在我阁有教会使命甲任务，我阁较努力会当尽心把握现实的机会，你交付互我的一个使命来完成。毋知影即边肺炎对你有啥物影响啊无？昨昏我去新荣新面包店买面包，就甲头家介绍讲，我伫隔壁教会牧师安尼。过去呢常常订礼盒，即摆恁的生理怎样？伊就开始讲，伊讲即个月呢，店面生理照做，但是这拢是散客。上界大影响就是即个月、几个月来，所有婚礼啦、丧礼啦，这大批订单拢无去安尼。阁有20几个员工，拢做几啊年，也袂当到死，所以过去趁的差不多塌袂了安尼。这是目前台湾普遍的情形，拢会当理解，而且是发生伫咱周围的中间。人生就是安尼啊，有时善策，有时铺路，有时饱足，有时枵饿，有时有剩，有时欠缺。咱遭有世上真侪代志的变化，侪人的心境对着这个局势，安尼亲像扑浪伫风涌中间起起落落，无法度持续，无法度定着。主耶稣基督讲，毋通为着明仔载来挂虑烦恼，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这个拢是外别人在追求的。咱的姊妹，咱对做这个咱的朋友、厝边、台湾经济伫困苦中间，拄着真大困苦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心存真大一个怜悯。但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敢有法度超越这个？主耶稣基督讲，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所以，毋通烦恼明仔载，毋通烦恼这穿用的物件。信心就是靠主耶稣基督来持续，无互外在的环境影响咱内心满足的状态。安尼，咱伫外口环境真大变化的时阵，咱犹原会当持守咱的目标，咱会当真专务，会当注目伫咱主耶稣的身上，为着一个较悬的目标，就是实现上帝的主权甲旨意来活。咱会当持续，无受影响，直直按这个标来走。这就亲像保罗所讲的。最后，要用施布真牧师伊讲起知足的一段话来结束。知足毋是人天生的本性，贪婪、埋怨才是。亲像地上若无栽种，就真自然会发生杂草同款。只有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新的生命，才会当产生知足的性情。咱拢是有新的生命的人，应该有这个新的性情伫咱内面，进入种子，安尼开始发出。然后，你犹原着爱有耐心、灌压、坚持用心栽培，才当互知足这缕花开了水，还阁大蕊。如果咱要自由运用知足的能力，就要不断操练，用祈祷、感恩的心，倚靠主耶稣，
顺服主耶稣，接受上帝安排环境，忠诚为主来活，培养持续的信心甲品格。咱三甲来祈祷。上帝啊，你就是阮最深的满足，你也是一切福气的源头。有你，阮就有一切，阮一切所有拢是对你来领受。恳求你，互阮单单因为你来满足。我面对人生最这艰难甲困苦，有时我无力抵抗，也无法度来改变。那亲像真无奈来面对这个苦难，来忍受伊。但是上帝啊，恳求你，互阮有保留迄种持续的心，真做阮的快乐，会当伫各种的境遇。面对任何代志，拢通持续，无摇动，内心对你来的平安甲满足。安尼，阮的心袂有惊吓，亲像波浪起起落落，搁较互阮因为持续有快乐，会当真跑走路程，忠心伫你所交付阮的。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多谢牧师的勉励，咱做伙来唱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圣诗121首，请起立。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
所有的活物拢仰望你。你照时互因食物，你triển开手，互所有的活物拢照所爱得到饱足。咱做伙来祈祷。大权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所有的拢是你所赏赐。无论是阮的金钱、阮的才能、阮的智慧、阮的健康，也是主你为阮的安排的头路，拄到的机会，拢是主为阮备办。即时，阮要奉献一丝金钱，求主感纳，也求主帮赞公园教会，会当照着主的心意来推动事工，互阮伫经费也是同工拢无欠缺，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来，咱来报告。报告第一项，防疫政策对7月27到8月初9降到第2级，伫室内人数限制伫50人。本会最近会召开会议来参详应用的措施，请大家机构的同工事先会当开会来研究自会的方式。第2项，后礼拜也就是8月初1，咱的礼拜有做小可调整。第一，华语的礼拜，咱改做实体礼拜，也就是讲兄弟会当到圣殿来做礼拜。小兄弟会知影9点伫7楼，限制50人。台语的礼拜嘛是会当来到圣殿来做礼拜，时间永远是10点半伫8楼，限定50人。同时，咱伫无论是圣殿内底，也是经过网络来做礼拜，拢会使。第三，每必具的儿童主日学的礼拜，咱永远用经过网络来做礼拜，无伫教会，无伫教会。好，报告4项，第3项，相连团契消息。7月31，就是过来的礼拜六，咱有恢复聚会。咱要请郑嘉音，就是总会常年事工委员同工来主理，欢迎兄弟出席。迄一日中昼会分便当，互各位兄弟炸转去。过来是本会每必具伫暑假中间，咱有线上的 Bible Study， 伫迄个拜4，咱已经1礼拜过去啊吼，7月22、7月29、8月初5、8月12、8月19，伫拜4下晡3点到4点，有一个Google Meet的网络，大家会当通过即个网络，做伙来研究圣经，互咱的信仰搁较徛在，也欢迎各位家长鼓励咱的细囝来做伙来参加即个 Bible Study。那奉献的方式，咱已经报告做一遍。咱教会有一个邮局的口座，欢迎兄弟，你若无方便，家己的奉献摕来教会，你会使通过即个网络上，也是讲用发杯汇款，会当到互教会来收这奉献。后主日8月初1有2场的礼拜。讲员是蔡维民牧师，伊的主题是充满快乐的人生。伫9点华语礼拜到10点半拢有阮有人数的限制。毋知牧师要补充报告的无？后礼拜是咱安排即个文具团队事工吼，本来这是7月要来举行，但是因为这疫情关系，咱就来延到即个8月初1。
本来是讲若8月初一一定解除，就较有机会咱实体礼拜。不过解除一半啦吼。但是咱已经安排好势，所以后礼拜呢，咱依然邀请蔡伟明牧师伫咱2堂中间来做一个实体的礼拜。那第一个礼拜同款有一个视讯吼，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无伫遮，嘛会当看到伊甲咱所分享的这个话。那这个疫情的政策吼，已经小可解除了吼，所以上届新的是7月27到8月初9，降到第2级。安尼，咱这百姓嘛较大，这行动生理会当安尼加减做一寡吼。那关于教会礼拜，这是咱较关心啦吼。但是即马政策方面呢，只有限制50人来到咱中间。我嘛真爱看到咱兄弟姊妹来到教会来做礼拜。不过50位吼，咱有这同工、服侍同工，安尼扣可能来兄弟姊妹来超过40位啦吼。咱慢慢互兄弟姊妹来，看即个较紧的时间，咱的人数限制安尼一直增加，会袂到安尼90个甚至甲过去同款。所以因为即个人数的限制关系，所以咱同款直接做礼拜人较少一点然后有咱同款有即个直播吼，即个网络的直播，所以。咱有鼓励兄弟姊妹继续伫厝内底吼，看直播做礼拜。那如果你若要来，嘛真好啦吼，真正是足爱看到咱兄弟姊妹。但是为着控制这个人数，即礼拜来就是讲，你若想讲后礼拜日想要来遮现场做礼拜，你这个敲一个电话甲干事讲一下吼，讲我要来做礼拜哦吼，咱做一个人数遮会。确定吼，安尼，所以袂超过讲政府所规定这个人数安尼吼，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若是要来，非常好，非常欢迎吼，但是甲干事讲一下吼，安尼，团契甲小组咱嘛当开始有这实体的礼拜吼，实体的聚会，是你讲，这个视讯嘛真好你会当视讯加实体。同一个时间同时进行嘛，真好啦吼。因为这周间50位，咱若是团契小组，就较袂超过这个人数吼。不过呢，若是团契，还是讲小组，咱的聚会都袂使食物件吼安尼。那这喙咱就爱拢挂条条吼。过来这个拜六，咱上个团契就要恢复聚会。所以咱邀请这个郑佳音来同咱分享这个专题吼。所以袂当同遮食饭，但是准备便当，互咱去回去安尼。这是咱伫这个疫情政策有小可放松了后呢，咱会当恢复一寡正常聚会。打电话互咱兄弟姊妹时，因拢讲足久无去吼，足没关系，即摆会当来吼。最少咱的团契来参加吼。所以一步一步咧调整的时阵我来开这个会议来讨论要安怎进行的情形吼。这回来唱上用的诗，圣诗392首，俄勒上帝万福本源，请大家起立。愿爸囝甲圣神上帝恩典，怜悯甲平安，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搭直到永远。阿门。阿
请坐密道避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看顾咱，互咱出入拢得到平安。无论什么种的状况，拄着什么种的代志，靠伊有真实的满足甲平安。真的吼。